下午，拿起手机看看脸书，天天一律的倾诉，说着自己委屈想哭。监听发挥的好处，锁着自己心声的要素，就是很努力付出，还有假装一切都很中肯的论述。长篇大论的脸书，说了中你若有似无，却不像什么卡住有偶像的包袱。假装不在乎，再偷了找机会报复。没想到招惹一只会凶狠反击他的动物。他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很帅，中模中样却不觉得自己奇怪。现在曾经说存在感，还敢当双面怪。他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可爱，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说你奇怪？这半生就装单纯，大家看了笑歪，他就是给白。长篇大论的脸书，说的重点若有似无，却不像什么卡住有偶像的包袱。假装不在乎，再偷了找机会报复。没想到招惹一只会凶狠反击他的动物。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很帅，装模作样却不觉得自己奇怪。现在这群说存在感，还爱当双面怪。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可爱，有没有想过有人说你奇怪？这本身却装单纯，大家看了笑歪。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很帅。就是给白。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很帅，装模作样却不觉得自己奇怪。现在这群说存在感，还敢当双面怪。就是给白，以为自己可爱，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说你奇怪？这本身就装单纯，大家看得笑歪。就是给白，就是给白。下午拿起手机看看脸书。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Gay Bye》。